大家好，今日嘅日本消息分享呢，就係來自日本共同社嘅一篇報道。咁呢一篇日本共同社喺6月28號嘅發表報道話呢，而家往日本嘅班機上邊呢，盜竊情況係日益嚴重嘅，特別係往日本嘅國際航班咯。日本2024年往日本嘅5個機場中呢，包括成田啦、關西啦、福岡啦。呢3個機場呢，咁其中因為國際航線往日本嘅班機呢比較長啦，咁機上發生嘅盜竊案係日益嚴重嘅。本交通省東京航空局同埋大阪航空局嘅統計數字顯示呢，頭5名嘅機場包括羽田啦、成田啦、關西啦、福岡啦同埋新千歲機場。比對2023年同2024年成田機場錄得嘅機上盜竊案呢，就由8宗增至17宗；關西機場呢，就由10宗增至17宗；福岡機場呢，就由3宗增加到10宗，只係有羽田機場由18宗減到9宗。新千歲機場呢，2年之內呢，都係同樣錄得1宗機上盜竊嘅啫。熟悉航空政策嘅英美林大學教授戶崎豐指出呢，點解成田機場同埋關西機場嘅盜竊案日益增加呢？主要係因為廉航班機多咗咯，因為廉航班機有限制乘客攜帶嘅寄艙行李啦，咁佢哋呢就會將嗰個行李轉為手提行李，擺上機艙，存放喺行李架之中咯。擺喺行李架嘅行李咧，就容易成為盜竊案嘅目標咯。咁戶崎教授話咧，由於國際航班嘅飛行時間係更長啦，咁行李離開客人嘅視線範圍咧就變長咗咯，更加容易成為偷竊嘅目標咯。咁大阪關西機場警署受理嘅17宗機上盜竊案之中呢，有13宗係關於國際航線嘅。因為前往日本嘅國際航班呢，因為航程比較長啦，咁大部分嘅乘客係會喺機上瞓覺咯。咁機上小偷呢，就更容易從行李架上面偷走乘客嘅現金咯，同埋信用卡。因為我自己而家係旅居日本咯，咁由香港前往日本或者由日本返香港嘅機程咧就多咗咯。咁我自己都十分之小心我自己嘅財物咯，我自己會帶一個袋仔咯，可以裝得落一部手機咯，同埋護照咯。咁我會隨身帶住呢個袋仔啦。如果我去廁所咧，我係會帶呢個袋同我一齊去廁所咯。咁如果我喺機上瞓覺嘅話呢，我會用隻腳夾住我手提行李個袋啦。咁大家前往日本嘅機上要小心自己嘅財物啦，特別大家係會坐一啲紅眼班機啦，即係半夜前往日本嘅航班啦。咁呢一條日本消息分享呢，就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話，麻煩幫我撳個 like 或者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